沙鄉雅基樓嘅中心地段，大路邊大花園嘅單邊別墅啊，七質繁華，日質寧靜。出嚟門口咧就可以停車翻屋企啦，非常之方便嘅。你睇下呢個花園嚟講咧，亦都係比較夠用嘅，而且單邊位。呢間聯排別墅咧，佔地面積192平方，啱啱全新裝修好嘅。咁啊，佢嘅建築面積咧就有136方。實用咧去到咗166方嘅呢一個兩層嘅細別墅咧，係比較舒適嘅，而且全新裝修，業主咧裝修到咧亦都係比較有質感、比較靚嘅。咁啊，價錢咧268萬嘅。我哋依家又去睇下入邊嘅情況先。佢呢款別墅咧，業主真係揾咗設計公司嚟重新裝修嘅，所以咧入嚟個感覺咧就好似翻到樣板間咁，亦都做到咗拎包入住嘅。咁大廳呢度咧睇起身，你都會感覺佢比較有質感嘅。並且嚟講咧，呢邊嘅電視背景呢個位置嘅話咧，係咪比較可以容納比較多放雜物啊，放比較所有生活用品嘅地方呢？而且嚟講呢，佢屬於南北對流嘅呢一款聯排別墅嘅空間感呢，我覺得係比較舒適嘅。如果話唔想爬太多樓層嘅話，呢個別墅呢確實係幾唔錯嘅。餐客廳唯一一睇，廚房呢，呢個空間度呢有少少窄，但係呢，佢個位置嚟講呢，亦都係比較 OK 噶啦。一樓呢仲配備咗一個長者房嘅，而且嚟講長者房嗰度呢可以直接出花園嘅。咁啊，長者房嘅隔離呢就安排咗一個洗手間嘅空間啦。一樓嘅位置呢，我哋就已經體驗咗啦。咁可以上去二樓睇一下，可以睇到二樓呢係用咗石嘅，而且嚟講呢，我哋每行一部樓梯呢都係有感應燈嘅。睇下二樓三間房嘅情況先。都係二樓啦，二樓咧一共係3間房嚟嘅，3間房都係個套間嚟嘅。依家睇緊嘅呢一間咧係個比較細嘅套間，但係咧佢係套間，所以咧佢個房雖然窄啲，相對於嚟講咧都係比較緊湊實用嘅。舒適度嚟講咧就係一般般嘅情況下啦。咁啊，接住嚟咧，我哋睇翻另外一間房。呢一間房咧就喺呢邊嘅。呢間房咧相對於會比較大啲，做咗衣櫃咧呢個空間度咧都係啱啱好咯。而且嚟講咧，佢136平方，實用面積達到咗166方。而且嚟講咧，全部所有咧都係全新裝修嘅，亦都係比較難得嘅呢啲房。呢一間房咧就係主人房啦。呢間房咧確實係比較舒服嘅，亦都係呢間房嚟講，主人房係屬於個優點房嚟嘅。你睇下呢個滿滿嘅衣櫃個空間擺起嚟咧，係咪比較舒服啊？咁啊，4間房嚟講咧，都係做到咗拎包入住嘅。我哋落下邊做個總結先。呢個別墅咧，睇到呢度就帶大家體驗啦。上下一共2層嘅，而且嚟講，我哋都睇得比較仔細、比較清楚嘅。呢一款別墅嘅話，佢嘅佔地面積192平方，實用面積達到咗166平方嘅。房產證嘅建築面積係136平方，佢咧係位於沙鄉雅基樂一期會所呢邊嘅一期別墅群體嚟嘅，所以嘅話咧，門口入嚟就係可以直接翻到屋企啦，相當方便啦，而且中心地段嚟嘅。咁呢一款別墅嘅話咧，佢嘅樓齡時間咧有啲耐嘅，但係咧佢係免去你裝修嘅煩惱，200幾萬就可以買低個別墅嘅話，係冇咁多嘅選擇嘅。如果話你想對呢款別墅了解更多，或者話你想了解下呢個別墅值唔值得購買嘅咧，或者你有其他更多嘅想法嘅話咧，你嚟連接大方，我哋一齊探討一下。